好来，乡亲啊，来看这位真严的妈妈。云林口湖乡的成龙村有一个太太，特别70岁了，先生因为早发生的失智，伫30多年前就过往。想袂到3个后生拢争着老爸，伫40岁过了后，嘛一个接一个牙病，将做植物人。这个太太就家己一个人照顾3个破病后生，这个顾都是10担。有阮若甲想要来放弃，最后也是牙齿紧加咧硬冻。即摆大汉后生甲第2后生拢安置伫社会福利安养院，伊规心来照顾这个细汉后生。中秋节要到了，伊讲伊敢若一个这个梦，就是后生会当徛起来，像牙病进前安尼，甲伊讲一个话。加油哦，嘿！要勇敢加油哈！70岁洪妈妈倾心照顾瘫痪的43岁后生，不管是用鼻胃管加饲，或者是抓铃，伊拢真有耐心。这个代志伊已经做超过10年啊！上惨的是，伊有3个后生全部拢半岁。阮头家就安尼就医生就检查讲，什么是生着因老爸。知安都下咧运足歹啊！洪妈妈的先生30年前因为早发生的失智来过往，3个后生嘛开始出现这种病，一个变做植物人。有很多次想说他想要离开，可是他一想到这些孩子，他没有办法割舍下这份心意。洪妈妈一个人顾3个瘫痪的后生，压力实在真大。不过即马大后生和2后生拢伫社福安养院，伊专心照顾上细汉的后生。中秋节要到啊，伊下一个愿。囝人安尼会当安尼搁起来和我讲话，啊，毋知偌好哩。洪妈妈小小的心愿，毋茫讲有一天真正会当来实现。